兄姐妹平安。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是妇女的宗祷日，也是儿童主日学和家长祭拜的日子。感谢耶稣，让我们聚在这里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站立赞美神。
精彩，快来寻找。只要对待我，我快要承认，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也来赞美。我要更专心来爱他，将每一天化作喜乐的时刻。
教妇女所预备的2021年的世界公祷日举办。我们万纳度的文化、语言、传统价值观和灵性的泉源，大部分来自美西尼西亚，也有来自波利尼西亚的少数民族。在自然景观的部分，尽管万纳度经常受到热带风暴、地震、旋风、海啸和火山活动侵袭，黑白交错的沙滩、热带彩色的鱼类、各式各样的珊瑚礁、可爱灵巧的鸟类、水果和坚果，这些都使得众岛屿持续保有原始的环境。每个岛屿和村庄过去都有自己的酋长及治理风格，他们自己的神，他们自己的语言及树叶和树木以石斧建造的茅草屋。妇女们和勇士们会齐聚在法拉，讨论重大的议题。万纳度是一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小国，于1980年脱离法国和英国政府独立后成立的共和国。如今，万纳度要骄傲地对着所有人宣告：我们信靠上帝 ，In God we stand。我们来唱问安歌。这首诗歌，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请会众一起起立。
介绍。今年丰岛日世界丰岛日要介绍的国家是万纳杜共和国。万纳杜位于南太平洋，北边是所罗门群岛，南接新赫里多尼亚，东边是北极群岛，西接珊瑚海和澳大利亚。台湾到万纳杜飞行时间约30个小时。万纳杜国土涵盖80多个岛屿，其中65个岛屿有人居住。最大的岛是圣埃斯皮里图岛，左边的图是位于岛上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香槟海岸。万纳杜经常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旋风和火山爆发。岛上分布7座活火山，这是直到现在仍在喷发的亚苏尔火山。万纳杜每年会遭遇8到10个台风。2015年3月的台风帕姆造成有75000人紧急避难，占全国人口30%，96%的农作损坏。这是帕姆台风当时的情况和灾后重建。万纳杜的居民大多数是美拉尼西亚后裔，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偏乡。预计2021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31万2000人，这是万纳杜偏乡的生活情形。万纳杜共有113种口语和方言，比斯拉马语是通用和学习的语言。因为曾经受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英语和法语也是官方和教育的语言。这是比斯拉马语的海报。这是万纳杜的国旗和国花木体。万纳杜早期人民生活在各自的岛屿和村庄，每个岛屿和村庄有各自的名字、制度、语言、食物和文化等。这是岛屿上的房子、茅草屋。岛屿部落最高的管理者是酋长，男性和女性共同聚集在法瑞，也就是村会所，来讨论重大议会。各岛屿的治理是各自独立，直到外国人包含传教士进入转变成集中管理。这是万纳杜的全国酋长理事会。在1847到1904年间，岛屿土著居民被大规模绑架到国外从事无报酬或低薪的工作。1906年成为英国和法国的共同殖民地，最后主张独立建国的政党获得英国支持。在1980年宣布独立，霍特尔利尼神父成为开国总理。左边是1606年第一位西班牙的探险家发现的岛屿，右边是国徽，上面印着国家的座右铭。早期的万纳杜社会，人民自主、自给自足，彼此分享和互相帮助，并照顾年长者及幼者。当时贫穷并不存在，但随着现代化、货币政策及核心家庭思维普及，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万纳度偏乡部落的理由，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交通和通讯不良，加上合格的医疗人员较少，医疗设施简陋，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仍然很高，而营养不良是偏乡和都市共同面对的难题。这是医生在医院看诊的情形。严重缺乏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备，只有主要城市有饮用水的基础建设，其他的地方大多需要30分钟1个小时才能取得水源。左边是江苏的水井，右边是主要城市维拉港的水塘。经济成长集中于旅游业、建筑业和离岸金融服务业。万纳度是一个避税天堂，政府鼓励离岸金融服务业的设立，并在行政流程中获利。这是妇女在进行炉边和营业的杂货店。传统为了确保食物供应链可以源源不绝，陆地和海洋有部分的地区开放捕鱼、耕作、狩猎时，另外部分的地区则进行休耕，再升级富裕。椰子除了可供新鲜的饮用水，椰肉可以提炼椰子油，还可制成身体乳液和护发乳，因此有极高利用价值。椰子树被视为生命之树，左边是妇女在砍伐椰子，右边是当地的土产木薯和经济做檀香木。妇女通常是专职家庭主妇，由于女性无法获得资本，加上金融服务和市场，创业的机会有限，大都以在市场卖衣服、蔬菜和水果为主。这是妇女在市场贩卖花卉。12到30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年轻人迁移到主要的城市，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培训、就业机会。初等教育不是免费的，也不具强制性。许多偏乡的儿童必须长途跋涉去上学。中等教育只有一些有能力负担的家庭可以就读，多数家庭只供应家中长子受教育，但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可能没有就学的机会，这是学校上课的情形。万纳度人热情音乐和舞蹈，他们也擅长创作插画、玩线绳游戏及冲浪。左边传统乐器木凤鼓，右边是在创作插画。这是万纳度很有名的活动——高空弹跳。男性参与高空弹跳，展示自己的才华，并作为回应上帝在农场上丰富供应的仪式，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游客。搭建跳台和设置藤蔓必须由丰富经验的弹跳者来预备。传统的治疗师也会留在现场，随时因应可能的意外物发生。万纳度的主食包括山药、芋头、香蕉、椰子、猪肉和海鲜。国宴传统菜色是拉普，做法是用叶子包裹所有的混合的材料，放进传统烤窑中烘烤数小时。传统万纳度人有自己的崇拜方式，他们并不崇拜动物或植物，
他们为这样的存在献祭。19世纪传教领达，现今基督徒比例约83%，长老会是最大的宗派，左边是罗马天主教会，右边是长老教会。第一次世界公祷日于1946年3月8号在维拉港的长老帕顿纪念教会举行。在2000年代初期，万纳度基督教学会成立了妇女事工部，并与其他世界公祷日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世界公祷日总干事和太平洋地区的执委拜访万纳度基督教理事会。这是2011年举办万纳度世界公祷日工作坊，加强联系不同教会的妇女团体。这是万纳度世界公祷日的撰写委员会。这是今年万纳度的主题创作和创作者朱丽叶皮塔。以上介绍了。在基督里享受主怀，自由奔放地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怀，自由奔放地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不出的奇妙爱。清晨照耀，天空照耀，仿佛对我微微笑。阵阵微风徐徐吹送，逍遥自在白云飘。鸟语花香，绿草如茵，青春时光多美好。尽情欢唱，尽情欢笑，烦恼全都不见了。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地开怀。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神的爱。在基督里享受主爱，自由奔放地开怀。我要赞美，我要歌颂，造不出的奇妙爱。
行伟大的事情。圣洁，圣洁，圣洁！上帝创造天和地和其中所有的一切。上帝从昨天到今天都出现在他人民的历史中，与万纳度同在。我们所爱的上帝，我们尊崇你。感谢您与我们团契同在，也与世界各地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世界公祷日聚集一堂。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及国家中所行伟大奇妙的事情。你赋予我们权柄、智慧、知识和聪明，用来照顾我们所有美丽岛屿和国家。感谢你所赐的肥沃土地、清新的空气、纯净的环境、美好的阳光、湛蓝的海洋及万纳度的水域。感谢你为着飞鸟甜美的乐音、陆地上动物的声响，以及洋川中鱼群的奥秘。感谢你为着润泽大地的瀑布，他们平静安详地向我们宣告你的能力、你的伟大和能力。感谢你为着孩子们歌唱、嬉笑、喧嚷，你为着年长和年幼者深深的祈祷和歌唱，一切都彰显而生的喜悦。会众，赞美、荣耀和尊崇永远属于你，赐予生命的上帝，请接受我们的赞美。让我们向上帝认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我们站在你恩典的殿堂，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承认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却没有采取行动。常常我们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而往往不顾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和国家中面临着逆境和挑战。我们以为我们的家庭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话语上，然而我们却是建立在沙地上。我们渴望被改变、被恢复，让我们可以行正确和公义的事情。造物主上帝，我们承认我们污染了环境，伤害了海洋，因为我们把垃圾扔进了他们的栖息地。我们危及了海洋世界，破坏了园区生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改变这样的情况，我们认罪、悔改，并委身于成为忠心的好管家，要妥善照顾你所创造的一切。怜悯的上主，生活在台湾的我们，常认为社会的民主、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忘记是前人付上宝贵生命，为我们突破威权、政治环境所得的成果。求主赦免我们轻忽、漠不关心的罪，帮助我们有勇气来维护我们国家民主自由的立场。亲爱的上主，我们眼目常只关注到自己，以致忽略生活周遭弱势群体、受暴妇女、艾滋病患者、性工作者、未婚妈妈、无国籍宝宝的无助与孤单。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他的灵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学习你的样式，以接纳、朴实的爱去爱他们。所有人，上帝正在寻找一个居所，要住在其中。你们能为我造怎样的殿宇呢？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聪明的灵，教导我们分辨真理，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都能合你的心意。我们谦卑地献上自己，成为你可以安居的地方，靠着你话语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国家，使我们成为公义与和平的家。身处台湾的我们，谦卑地献上自己，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你的爱通过我们流传在台湾这块土地及人群中，
使你所看顾这地成为你丰盛恩典的见证。亲爱的上主，我们谦卑的献上你赐予我们的各项恩赐，求你来使用我们，差遣我们前往有需要之地方，用你的真理来建造生命，使你的心意得以成全。会众，接下来我们来倾听来自万纳度的声音。我的名字是瑞波，我是八口之家的第2个孩子。因为家里没有钱供我继续上学，所以我在6年级结束时离开了学校。我的家庭只能供应我哥哥上学，而因为我是第2个出生的小孩，而且我是女生，所以我无法像哥哥一样受教育。有一天，我听说社区中心有为女孩子开设缝纫班，我就去申请，也被接受了。但是我爸爸没有钱可以付学费，我非常失望。但是我也没有自己的钱可以用来支付我的学习。我热切的希望提升我的教育程度，但在正规学校制度中，我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之后，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教会，希望可以满足我想要学习的渴望。我加入了青年小组圣经研读，后来又参加了妇女事工部。因着这样的决心及对上帝的信心，我找到了让自己受教育的方式，甚至学到谋生的技能，足以供应家庭的需要。我现在会制作一些商品，并在妈妈市场贩售。其他还有像我许多像这样的妇女，几乎没有受什么教育，仍然可以获得赖以为生的技能。我很关心我的家庭，那是上帝所赐予祝福的。我丈夫和我有3个孩子。我赞美上帝对我一生的祝福。我感谢上帝成为我力量的泉源，也感谢上帝让我可以将所学付诸实践。我在主里变得坚强聪慧。阿们。在万纳度，许多农村地区的儿童要走到很远的地方上学，有些甚至不得不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庭，去上寄宿学校。全民教育并非强制性的，学校系统使用法语、英语、比斯拉马语，也是一种必须学习的语言，用意是来克服城镇中沟通的障碍。但是农村地区能有自己的语言，目前能持续推动女性能和男性有相同受教育的机会。我叫莫蒂，我和弟弟生长单亲家庭。我妈妈再婚时，她和我们的外祖父一起离开了我们。我爸爸再婚后，他带着我们和他新组成的家庭住在一起。继母生下自己的孩子后，他对我们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当有了更多的孩子要养活时，家里就没有空间容纳所有的孩子了。我不得不自己上街找食物，睡在搭建在外面的小屋里。睡觉时，我用一个旧的野袋做毯子，保护自己免于受寒。后来，我遇到了一些基督徒，他们告诉上帝爱我。那时我正处于痛苦当中，我无法理解他们所说的这种爱，但是我决定相信，我相信上帝会照顾我，即使我的家人没有批评我。这种信心在我的内心成长，成为我生命的基石。我在我的基督信仰中刚强，透过和他人分享我的故事，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和他的供应。今天我要为那些和我一样
几乎自己长大的孩子们祈祷，愿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而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要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家。阿们。万纳度的人口增长估计是太平洋地区最高的国家之一，偏乡和城市都面临营养不良的问题。虽然个人在自家园子里种植有机作物的情形仍然很普遍，加工食品与垃圾食物也正在逐步危害婴儿和孩童的健康。我叫杰克琳达，我来自一个农村。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梦想着在维拉港从事旅游业的工作。我去到了维拉港，希望找一份旅馆业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所以我无法得到工作的机会。我在维拉港没有家人，所以我住在市区的外围。我没有钱负担合理的住宿、食物，我也没有旅费让我可以回家乡。我知道这不是上帝为我安排的计划，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祈祷万纳度的偏乡可以得到重视，让青年们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就可以得到他们寻找的机会。我相信上帝将公义让年轻人得以成长，使万纳度成为一个安居乐业的国家。阿们。在偏乡，75%的人口几乎没有就业机会，年轻人不得不迁移到具有经济条件的地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没有经过技术培训，即使到了城市也很难找到工作。青年族群的高失业率营造出一个看不见未来的时代，这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改善偏远的政策与方案需要积极研议推动，好让年轻人可以留在家乡受教育并就业。接下来我们来请妇女演一段戏。现在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经文，让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7节。所以，凡听到的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
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倒塌得很厉害。Ini mandaiti sa kapito at sepang. Tusa puloy ilang sepat misa tapak dan sa tusa puloy ilang kupito. Usin ako ulang saka o mintengilay mitrutu tulini suara tu I matia o matirengai ong sui duruma no tireng citanengai akan rau tanah suha tataang popular tataang ku cerdas, tataang ku fali mistur I sa ai ka loyo nau han I buong cui ku katubilangan nula nuya luma nikau lila usai pi rutu tu ditengilan lila suara ku I matia o patilangai I tafuk tu luma no tireng maapai akan rau ano tataang ku olah tataang ku cerdas, tataang ku fari mistur tuya luma I tas tasa maluyur kuya luma han yes icho。现在我们来请真名医长老来为我们证道，建造在坚固的根基上。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高兴来到主的家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真的很紧张因为之前雅琴会长问我说，妇女公祷日的时候，你可以来分享吗？我的心头一惊心里很多的 OS， 难道牧师不在吗？是可能有事，心里就很紧张。你有请别的人吗？我的心里很多 OS， 可是我的心里也在想，这是神要我做的工作，你就接受吧。我就答应了会长的邀请真的是很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让这个艰巨的任务让我来担任，但是上帝要使用我们就要乐意的来为他，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建造自己。今天的主题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我们刚才听了万纳度的国家，好像我们原住民很早以前的生活，对不对？那种生活方式是很跟自然是很接近的，就是融在一体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没有贫穷，也没有很富有的，大家都是一样的，真是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也真是最适合人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坚固的磐石上，基督徒里的信仰根基是什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就是磐石，耶稣就是根基。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1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了。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根基，已经立好在磐石上。我们要在立好的根基上建造自己。建造是一个行动，是一个现在的进行式。这里所说的就是个人的信仰生活建造的工作。在今天所读的经节，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就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听见主的话，照着去做。耶稣说了什么话？我们看从马太福音第5章登山宝训
八福，一直讲到神的律法，然后讲到神的爱，要爱仇敌第6章还说要施舍与人，还教我们主导文，一直到第7章，不要论断人，要寻求主，你们要进窄门。最后耶稣做个结论说，要遵行神的话，并且实际行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人，才会得到神的赏赐。大约在国中那时候，在那个之前，我住的房子也是茅草屋所建造的房子。经过几年，茅草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它就腐化了。那个时候就要翻修，若不换新的茅草，下雨就会漏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磨砂那个茅草屋就会磨砂毛拉的时候就会房子都里面滴滴答答的我爸爸为了让他的妻小能够有那个稳固的安居的地方，所以他决定要盖水泥砖造的房屋。我们都知道，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的台风要吹进来，很害怕哪一天台风来了做大水，恐怕没有可以遮蔽的地方了。在还没有盖房子以前，我爸爸预备了好几卡车的大石头、沙粒跟沙子堆在旁边，就那个比拉套，就是收集一些大的石头，比头还要大，比我们人头还要大的大石头堆在旁边我不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用途，但是年纪还小，把那里当做一个游戏，很好玩的地方后来才知道，这是盖房子需用的材料。盖房子要先打地基，不是吗？要一个稳固的根基。工人向下挖了差不多一个成年人的高度的深度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对吗？对了吗？既然根基已经立好在坚固的磐石上，再来就是工人要在根基上面建造。这个建造就是个人的信仰生命里面要建造。在哥林多前书3章10节说，保罗说，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建造什么呢？建造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凡听见这话就去行的，他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是哪一种人？在还没有遇见耶稣以后，没有人遇见耶稣以后，生命不改变的。你成为基督徒不是突然的，是神拣选的你。能认识耶稣是神的恩典，你已经是蒙福的人。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人。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我们做基督徒要用心思考的地方。是因为听到没有行道吗？或者只是读了神的话，也听了神的道，
没有真正的付诸在行动上面。还记得上一次整理不是说，我们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做完礼拜回家以后过原来老我的生活。在雅各书1章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不去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看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我们照镜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整理仪容吗？使自己看起来有精神，有脏了的地方清理干净，头发梳理整齐，领带歪了，瞧一瞧，弄正。如果你照了镜子，看见自己的脸脏污了，看见自己的头发油垢要洗了，而不去清除，也不去洗，依然还是脏的，不如就不要照镜子，因为看见走后，随即就忘记了。信了主跟未信主没有分别，就好像一个人肚子饿了，看看食谱菜单，肚子就会饱了吗？不会嘛，你买了一堆木头，然后看看说明书，它就会变成家具了吗？不会，你一定要去动手去做。听到了就要做出来。之前有听到父母在担忧的孩子，现在的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交代孩子帮忙做家事妈妈去上班郑明英拿尿，把它给我拉高上。好，等一下。等到父母亲去上班，下班回来，那个老高还在那边，等一下，那个没有办法去完成。会不会我们也在上帝面前好像也是这样呢？求主怜悯我们。也许你过去的生命光景可能是最久了，你遇见了耶稣，你改变了，感谢主。也许你过去的生活在苦毒的捆绑中，你认识了耶稣，耶稣改变你了，感谢主。也许你以前为工作日日夜夜，在前年无休的为成为钱的奴隶，也不爱惜自己，但耶稣找到你了，你要改变。上帝没有要我们在痛苦中生活，虽然改变是有难度的，不容易。倘若你愿意有顺服神的心，顺服神的心意，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建造。既然我们听到神的话这样说，到底我们做到了没有？在马太福音7章21节读到，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都能进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自己的信仰光景，该如何来建造。我们看马太福音犹大书1章22节，这里这样说：弟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
你们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与主面对面寻求主的面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来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意。天地都要废去，唯独神的话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只有遵行神的道的人，才能进得了神所预备的地方。”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主给我们两种选择，选择过怎样的信仰生活是你的自由，但结果只有两种。圣经里面没有第三种选择，神的话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做与不做，对或者是错，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坏的，这个可以上天堂，那个只能下地狱。神只有两种选择给我们。观看现在的都市生活，每个人都好像很忙碌，忙，家好像就成为只是一个休息睡觉的一个地方。更或许因为家人的工作时段不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就算家里面有人，也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想找人说话，还不容易。不然就是在那边手机滑，没有空理你，跟家人说不上几句话，人与人之间，夫妻亲子之间变得有点陌生，好像连关心的话都是多余的。只有远距离的沟通和近距离的相处。沟通都是用手机要赖这样子，然后在家里你大天都不会聊天说话。现在的人好像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要培养与家人的感情，还真有点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教会这个大家庭，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主日到了，来到教会做礼拜，唱诗啊，听牧师的讲道啊，礼拜结束回家，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就好像照了镜子看看，离开之后就马上就忘记了。牧师在雅各书讲道系列里面所讲的，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建造。我们落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经历与神面对面。你知道吗？我们好像荒废了很多主要我们去做的工。假如你愿意留一点点的时间，在礼拜结束后跟我们的家人说说话，他也许是个独居老人，你陪他聊天，他的心中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又或者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因为身心疾病照顾家人很苦闷的家人，我们与他闲话聊天，或许从话语中他得到了抒发跟安慰。也或者你在某个地方突然间想起郑明英的时候，你可以为他祷告，你为他
1分钟的祷告。这是在做神的话。我们不只是奉献金钱，我们也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可以奉献我们的才干，哪怕是一点点，神都很乐意。在正道上，我们总是要尽力的来建造。有的时候，人真的很不可爱，用欺骗的手法来博得人的同情，以至于我们很不愿意在爱心上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就都不要做。愿上帝鼓励我们，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道德标准差别不大，甚至他们的爱心比基督徒更愿意付出。但是世人用高标准来看待基督徒，除非基督徒遵行主的话，否则我们的信仰生活无法为耶稣带领。一个母亲害怕跟忧虑，一个母亲的害怕跟忧虑。她说她的孩子20岁，不相信圣经，只对 FB 有兴趣，只相信网络的留言跟传言，一昧的来追随万花筒的世界，就好像海上的波浪没有定向，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没有分辨能力。求主怜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就是我们信主很多年的，也会被这个时代考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是不是坚立在基督的根基上面？你不仅仅要听到，也要行道。当试验来的时候，不管是从地上来的风吹、水冲，或者天上来的雨淋，都要经得起考验，也要经得起将来神火的试炼。因为要建造在安稳稳固的基督的磐石上，所以我们要警醒。行道不是只有牧师或者传道人他们的工作。当我们的生命有了转变，就好像一面镜子，照出基督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我们用行为来见证基督，好行为也能传福音。我们一起祷告。把我们拜到大家的安息。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很多的理由不去做神要我们去喜欢我们去做的事。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分辨主啊合乎你心意的作为。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将这时间我们的生命来交给你，求主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像镜子一样有好行为照亮我们未信主的人，使他们看见我们就喜欢，使他们知道信耶稣的人是多么的谢谢主耶稣。我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继续我们公祷。
我们为旺纳度的妇女们代祷，她们跟我们一样，为家庭、为子女、为工作负担家计，忙碌。她们也将自己的时间献给主用。我们为旺纳度的妇女献上感恩，我们一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妹。第二，我们也为他们的国家能重视妇女的权益，保障弱势妇女的生活不受侵害，并且设立法案来保护他们的生存权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虽然这个国家离我们很远，但是主啊，看见他们的需要，求你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虽然在那边的妇女，虽然生活是非常弱势，求主帮助保守，让他们国家为他们妇女设立一个法案来保护他们，使他们的生存权利跟人一样平等。谢谢你，耶稣。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请牧师也为我们的妇女祝福祷告。在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之前，要先请问各位，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大约我们是为哪个国家祝福祷告吗？记得吗？辛巴威，记得吗？在非洲一个非常小、贫困的国家。今年世界公祷日把这个国家的代祷的方向拉到南太平洋当中，叫做万达多国家。刚才在听、在看这个国家介绍的时候，心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难过。看到这个国家好像在我阿美族在20世纪的时候的生活那样的贫困。孩子们长大非常的辛苦，甚至没有受教权。在那个国家里头，读书是要付费。在那个国家里面，生活是非常穷苦的。在那个国家里面，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我回想我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大部分我们都有很好的住的地方。也相较于万达度这个国家，他们只能够住茅草屋。心中的愿望是心中的愿望只有盼望将来有一点点的钱，可以用砖头来盖自己的房子，躲避那个非常离开的非常穷苦的生活。我求上帝继续祝福这个国家，虽然他们人口只有31万2000多人。阿美族大概已经26万多了，25、26万，比我们多一点点而已。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数，我们今天可以活得很好，各位。
我们可以活得很长寿，我们可以活得很自信。我们的国家一直在帮助我们，很积极的通过各样的福利来提升我们的生活。一想起这样的国家，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去看。对我们仍然是比起一般的平地的朋友、汉人的朋友来说，我们的教育水平或是我们的生活的水平仍然在他们之上。可是比起其他的国家，我觉得确实很富有。我也想到我们教会的妇女，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读过这么一句话：女本柔弱，为母则强，是爱。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女本柔弱，为母则刚，或是为母则强。后来我们的发现好一好歪相较于法内好一不正那个是尴尬。当然，妇女的生命力是非常有韧性的。我看过一个数据是这样记载：都会区的女性跟男性，如果他们已经是单身的话，女性的生命力是非常强悍。女性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可是同样是单身的男性，却非常过得辛苦，甚至比女性的寿命还要短暂。我们当中也有鳏寡的，有单身的，我们的老弟兄或是老姐妹。我这边不是要强调男性或女性怎么好，我求神帮助我们上帝造男又造女，最终极的目的是要让这两个他所造的人应该都是一样的才对。我也求神在教里面更多的包容跟体贴女性。我常常看到我们教会的妇女是两头烧，怎么样？当然我们的妇女是两头烧，我们的妇女都很乐意成长。可是我也常常看到，牧师也常常看到妇女，我们的姐妹没有安全感。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为什么取这个题目？我也在思考。要被建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有很大的安全感被满足嘛，是吗？可是妇女的安全感在哪里？各位亲爱的姐妹弟兄，比如说不把人爱慕，我发现啥个尴尬？妇女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哪里？有时候我们很认真的工作，怕我们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孩子会成为我们女性最终极的保护者，其实没有。有些时候我们妇女就说好在我的先生他也很努力工作，可是刚才明早要提醒我们，近距离远沟通是因为。甚至我们就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搭理我们旁边这个人，我们的距离好像很远。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给我们的妇女一些空间。我自己是男性，我刚才坐在台下，我真的很惭愧，我真的很惭愧。我没有给我的家人，甚至我的妻子很大的安全感。我又忙碌，建立在我的坚固的磐石上。我用事工建立在非常坚固的磐石上。我坐在台下，我是对很大的歉意，上帝，谢谢你的面目。
今天这个社会的重男轻女，看到这个国家妇女小孩那么没有安全感。现在姐妹弟兄们，特别是姐妹们，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对，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可是信仰同时也要男性跟女性互相的协调。假如我们是弟兄，我们要祈求弟兄多一点眼光，多一点怜悯，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在我们的妻子的身上，在我们的母亲的身上。没有多少年，各位，人生很短，可以陪伴母亲、陪伴太太，其实不长，在这个人生的洪流当中，真的不长。我甚至听过什么妻子生病，需要先生照顾。而先生居然说照顾太太好无聊。怎么说？那是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妻子，居然不愿意多花一点点时间陪伴我们的妻子，居然照顾说好无聊。我什么人家不想让他做一个男性？求神帮助我们做弟兄的，可多一点怜悯对我们的妻子。妇女公祷日不仅只是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同时我们要有更多的去看看我们周遭的我们的家人他们的需求。我也期待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姐妹很勇敢的说出我们心中的需求。阿美族的妇女一样跟男性一样的含蓄。我们跟我们的先生勇敢说出我们的需求。很多时候先生不懂我们，我们都说先生不懂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没有去讲出来。让我们的弟兄知道我们的需求，以至于我们就会很好彼此的互相扶持跟建造。那圣经的原则，亲爱的弟兄。这是圣经的原则。我在街上，我们可以领受他上的话，我们也通过这个国家，也可以反射到我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我请所有的妇女特别站起来。波利亚对人，我父亲该把一样怎么样干？假如你是女性的话，请你全部站起来，好不好？我祈求在座的弟兄，大家在阿罗马给大家mendapatkan pakaian sarikaka. Lubutun daw tapang sarikong pulong. Pasamaan ko pakaian lumita. Ufusingkay lumita. Ufina lumita. Ufesik lumita. 我们深深的求神来祝福他们，让大家今上，通过这样的一场的礼拜，我们可以更加彼此的和谐，更加彼此互相的亲近，更加彼此的了解，这才是今天上午妇女公祷日最大的目的。这件事我从高雄为什么要赶上来的原因？我不想错过这样祝福妇女的机会，就是来恩待。如果你是需要你父亲的好。可以一起为我们的姐妹们一起来开声祷告。不能要把他们都能给他是那个。现在天父上帝上面的恩典，就谢谢你造你又造你，甚至主你通过这个文字的游戏，只要我们知道，主女性是从男性的肋骨抽出来的，而主多么有趣啊！主造字个肋骨的它的原因就是要祝福男性，所以你造了女性，所何等的恩典！你让这样的一个
性权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上面达到平权，达到和谐。耶稣祝福我们的教会，主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两性都很平权的教会。主也祝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是重男又重女，让我们的家庭是因着神的帮助跟祝福，我们彼此互相的协调跟帮助。主，既然你把我放在这个大家庭的当中，主救主你的心意，父我恳求你，主要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子女的身上，主我们的安全感也不是建立在我们的先生的身上，我们的安全感也不是建造在女子的美貌的上面，主我们的安全感乃是建造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主帮助我们常常熟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跟帮助，让我们生出智慧来，以及可以活出圣经的原理原则。好，让我们可以听了这个你非常宝贵的话语之后，我们也真实把它活出来，并且激励我们活化出来，使我们的生命也恢复成主要你照我们当初那个样子。担待我们教会的妇女，就他们非常的辛苦，常常两头烧，主要照顾家庭，同时也要在事业上面有所成就，甚至在教会当中，主我们看见他们总是默默的一群，可是许多好处却被我们男性所占住了。主，我们要为此主在你面前来向你来认错认罪。主我们的眼光，我自己的眼光常常是专注在你的身上，并没有更多的眼神平均放到我们的姐妹的身上。也是你怜悯我，主也祝福恩待我们教会的妇女跟姐妹们。主让他们在在工作上面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单位上面有很好的发挥。这就是在家庭当中，所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调和者。甚至主他们愿意开放自己，敞开自己，甚至勇敢的说出他们心中最可想的那个需求。就让先生让孩子都明白，也都知道你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耶稣恩待妇女们在教会的服侍，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摊这样的一个辛劳，也去在教会里头，我们甚至是越不是越甘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得到神的喜乐。主，谢谢你在今天设立这样的一个妇女公道日。主，我们不只是要祝福万纳度的妇女，万纳度这个国家的孩子，甚至要求你来祝福这个国家，他们真是要求你让他们的政府的领袖开窍起来，让他们的眼光就不只在专注在自己，也专注在上帝，也专注在妇女跟孩子的身上，让这个国家再次富裕起来，透过他们有限的这样的资源，继续要被建造，继续要被使用，让全家的眼光也在这个国家当中一起被恩待。谢谢神，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摆上，愿你来恩待，也愿你来带领，也继续赐福我们，献上感恩，靠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好了。妇女献诗。
世界公祷日是由世界各地妇女发起的普世运动。我们有着共同的意向，就是改善全球各地区，使妇女和儿童有更好的生活。今年世界公祷日奉献的对象是小型教会课辅班，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看他们做的事工介绍。屏东中会繁华教会，主要关怀的对象是弱势儿童、单亲、隔代、外配有实质教育困难、中低收入户、其他意外急难事故、智能障碍、委瑞氏症、注意力不集中寄养家庭。代祷的事项，在招募师资部分常有短缺，牧者常需要一人陪伴国小至国中，求主给予得力的同工来代祷。常年租屋，近日房东有意要卖房，教会需要搬出，目前需要募款来建堂。教会主要设计为多功能的礼拜堂，愿神使我们能够在建堂与社区上、事工上都能兼顾，蒙主带领。再来，我们看的是屏东中会海丰教会，主要关怀的对象是社区的弱势族群、隔代教养的孩子、社区中受刑人及低收入户及外配的小孩。代祷的事项为：请为海丰教会儿童事工代求，期待社区更多的国小、国中生能进教会认识耶稣，改变生命。请为教会的社区宣教祈祷，愿圣灵的大能突破宣教困难，领人归主。东台中会迦南教会，主要的关怀对象是弱势家庭、低收、中低、隔代教养家庭的子女。代祷的事项是为课辅班学生的家庭健康及信仰代祷，为课辅班的教师环境改善代祷，为老师及志工有耐心、有爱心陪伴孩子的成长。再来是州族群区会嘉山教会，主要关怀的对象是自都会区读书的原住民学生，居住都会区的原住民学生，国小、国中及高中生。代祷的事项，目前因为空间不使用，提供接送的福音车老旧，需要更多的传福音的同工老师。以上贡献。
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全能的神，配得敬畏赞美的主，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属定的日子。主啊，今天是世界公祷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一起为万人代求的日子。主啊，今天是分享的日子。主啊，今天是赞美你的日子。主啊，我们特别为了万纳度这个国家的需要，主啊，交托在主你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我们不分教派，我们不分种族，主啊，我们不分国籍文化。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主啊，就是祷告的力量。我们深信祷告的力量能够透过我们万人一起发起。主，我们宣告，主啊，我们的主你的大能，主啊，就要透过我们祷告的力量，主啊，传达到万纳度这个国家。主，我们献上感恩。主，谢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牺牲的。主，我们在这里屈膝向你来代求。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知道，凡听你的话，主，我们就去做的。主啊，你就将主啊各样的祝福赏赐在每一个愿意在这里为万人代求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将微薄的奉献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特别在屏东地区以及万纳度在小型的儿童克服的需要上，主，我们献上微薄的奉献及世界公祷日，让我主你的恩典满满，透过我们的奉献及祷告都能够传达。主啊，愿主啊每一个需要的及国家弱势族群都能够因着我们的祷告及奉献，将你的恩典传扬出去。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这样子祈求、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现在报告下周主日侍奉。下周4月4日和堂礼拜，讲道者是刘阿春牧师，施礼者是甘约翰长老，施献者是黄宝云林真金执事，招待是刘莹妹姐妹。敬拜赞美是第一组，诗琴是叶嘉玲师母，投影是苏玉婷姐妹，音控是林清郎执事。献诗是联合诗班，池州长老是黄英杰长老。那3月31的家庭礼拜，地点是在苏培义的家，在埔中，主理的是高秀美长老，诗会的林真金执事。那下周儿童主日暂停一次，妇女耶利米跟礼拜5的祈祷会都暂停一次。教会消息：本周读经进度《使徒行传》第9章，请兄姐至招待处索取，鼓励姐妹弟兄读经运动，读好话，说好话，做好话。受难周及复活节即将来临，是教会重要的节日。请联合诗班、弟兄、妇女、青年、中年于聚会后留步，练唱受难及复活节诗歌。4月2号，礼拜5 7点50分，基于北区教会联盟在基隆三美教会举行受难日晚崇拜。若想要前往的兄姐，请于当晚的7点在教会集合后搭福音车前往。另外，本周也有清明节连续假期，兄姐会回乡扫墓、祈亲。愿兄姐下行既都能平安，也注意友好见证，来荣神益人。2021年4到6月份的事工总表，
请执事及服事的同工至招待处索取，并请各团契将下一季4到6月的事工表缴交至行政办公室。弟兄团契4月25号参访太巴朗教会，呼吁弟兄团契踊跃参加，即刻请向刘信义弟兄会长报名。请有需要2020年度奉献证明的兄姐，会后请到招待桌登记，截止日期是到4月30号。肢体消息，请继续为年长、肢体软弱的弟兄提名代祷，求主细心及力量胜过难处。住院的有苏建荣、修雅、周月霞、吕妹、许清宝、郑丰荣、林素云、胡秋花、曾彪妹、朱美妹、肖正基、朱陈金宝、汪美萍、高翠云、张明文、林真基、高来成、张怡珍、王美妹、李爱玲、林金德、黄星光。我们一起来念那个本周的经文。所以法律却有这话就其成，好比一个人用两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来地上3个人去天。宋柔。用我主耶稣那充满恩典的恩惠慢慢赏赐下来，以及天父上帝那永不改变，从亘古到今天到永远改变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团契，常与众姐妹弟兄同在，特别与妇女姐妹们同在，致使妇女的生命重新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最大的磐石安全感之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阿门。不好意思哦，团契报告，我代替我们的约利米团契的会长出来讲话。很高兴我们在新的一年度又重新开始，也很高兴第一季就要结束了哈。1到3月，当初教会很久没有再帮弟兄姐妹庆生了，对不对？你们记得吗？上一次庆生是什么时候？是吗？前年哦，教会的联合庆生会。好像很久没有办了，是因为这样吗？好像不是哦，因为没有人讲。好，没有关系。从今年度开始，我们樟树教会的联合新生会，从这一次一样开始，第一次由耶利米来办理哈。那等一下我们会请寿星上来，不要害羞哦。害羞就不客气了，我们会请你们上来。好，我们耶利米会长有准备今天的新生会的一个小小的活动。那等一下每个人都吃得到蛋糕，
没有吃蛋糕的不要走，哦，要生病一起生病，要吃蛋糕一起吃蛋糕，因为我们是什么？一家人嘛，对，生病不要一个人生病很孤单，一起生病，一起祷告。好，可不可以帮忙？那个男子汉帮我搬桌子上来，我已经搬下来了，可以吗？快点。这个时候我们新生会那个名单会场有没有准备？没有啊，没有准备是吗？1月生日的有谁？赶快举手，自己举手啦。1月的先嘛，2月的很急的，快点1月的那么客气干什么？那2月的先上来，2月的先上来，赶快啊，2月的先上来。哎，陪我那个桌子赶快搬过来前面。好，我这边有名单了，我先点名了。1月的寿星有林心德、曾纪贤、温泰喜、黄星光，快点有来的赶快。林玉桃、胡菊英，然后胡金英、杨公元、曾美月、周月霞、严有德。1月的有没有？先站好，看1月的集合。1月的靠近他。2月的黄春梅、汪金黛、林秋妹、陈安妮、李淑慧，好，他们都不在了啦。曾明媚、罗万福、吴淑珍、吴春生、严婉婷、田永峰、范华也不在。张慧娟，3月份的，对不对？好，2个自己念名字。老师，哎，赶快书记记起来，他们是2月的，把它记好。那3月份的有苏顺明、张慧茹、申玲慧、何美芝。那请上来哦，1月的自己上来，快点，1月的还好，不要拖拖拉拉，快点，那个蛋糕都流汗了，会融化。夏天的蛋糕会流汗，快点快点。主日学的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叫一下？因为我刚才又带有他们来卖。好，这个时候东西摆好了没？哎，要插蜡烛吗？可以，要插蜡烛。我们动作快一点，快点，我还没有唱生日快乐歌。我要一起来，我们先唱，快点，动作的动作快一点啊！预备，开始，重来哦。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们都不快乐了。拍手，拍手。祝你生日快乐！再一次，再一次，主日学都没有下来，听不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阿密斯的怎么唱？阿密斯的快点。有，真的哦，我们要不服老啊，1年比1年老，这是真的。刚才我讲过了，生病一起生病，吃的时候一起吃，因为我们是什么？一家人啊！有没有主日学的寿星1到3月的？快点到前面，赶快到前面。好，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先交给我们的会长。你有准备什么？没有吗？没有准备哦，糟糕了！我刚才说有准备。好了，没有关系，下一次的庆生会是谁主办？有没有印象？
6月的是谁？下一次6月是谁主办？要注意一下哦，准备一下活动哦。大家都没有开合会筹策，回去赶快翻一下是哪个团契负责。我记得好像是弟兄了哦。哦，弟兄是12月，那可能就是妇女跟主日学了哦。哦，下一次是妇女跟主日学要准备的丰盛一点哦。哦，这边只有花3000块。好，下次你们要花6000块，因为是2个单位啊。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比较好？有哦，可能是8个蛋糕啦，要吃完。好，没有关系。这个时候呢，要切蛋糕嘛，对不对？我们要先领受祝福的祷告。那我们邀请牧师来帮我们做生日祝福的祷告，好不好？来，牧师来帮他报一个小小的。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神。上帝，谢谢你的恩典，主今天不仅仅是纪念光大度，我在东北3间我们祝福的教会，同时也是我们第1季的联合生日的庆祝的时间，里面都来纪念这些仍然活在世上的手机。谢谢你们在过去在农村那边的地区，生下来，并且透过父亲的养育，也在今天站在面前受这个恩惠，这实在是蒙福一件事情。因为来纪念期待这些仍然是小孩子的，与你来帮助他们的父母亲让他们可以一路可以成长，并且成为父母亲这样的祝福。若是青年的朋友，我愿你来纪念他们在年轻的岁月，都远离诱惑，并且因为神的帮助，他们可以建造他们坚固的生命，并且有很好的发挥在我们身上。假若是主成为妇女和弟兄的，就让我们更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家庭的极大的祝福的此非常好的典范，使得生命跟信仰可以延续下去。假如我们的受心是主年长者的，继续恩待，让他们一个好观念，继续带他们生活当中，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贝。我们仍然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效率，是多重要的都有是在你们祷告是他们是感谢牧师后，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切蛋糕，我们不要请最年长的，也不要请年纪最小的，全部一起切，因为有4颗哦，有4把刀，然后大家一起拿，来自己切，快点！来，你们几个人一起拿1把，一起来共同来一起切，快点，不要客气。然后弟兄姐妹要记得哈，最后我们要跟他们说声什么？切下去，赶快看前面要照相，搞不好明年的月历上面又有你了。看前面的，看摄影师专业的，那个是卡巴电视台的。好，我们感谢，因为他们的生日我们今天有蛋糕跟饮料可以吃喝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先稍安勿躁，在下面坐着等一下我们年轻朋友帮忙切一下蛋糕好不好？如果年轻人不会切，我们请我的妈妈来切一下。